3分鐘講解迦南地誰屬，神為什麼引領以色列人歸回應許之地。2. 什麼是亞利亞？粵語版。接下來，我會與大家分享回歸應許之地是什麼。什麼是亞利亞？出埃及記34章23節，你所有的男丁要1年3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亞利亞原文意思是向上，源於前往聖殿時的上行這個詞語。第一個意思是上梯級。出埃及記34章23節指出，歷世歷代以色列人所有的男丁都要1年3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耶路撒冷另一個名稱是錫安，是個山城。從西羅亞池要一路行石頭階梯向上行。猶太人上耶路撒冷聖殿敬拜神及獻祭時需要行斜路及梯級。上耶路撒冷已經有一定考驗，而從以色列各城上耶路撒冷又是一個考驗。而從列國去以色列上耶路撒冷更加是另一個考驗，所以提醒我們信仰生活需要堅持及信心。而以色列人進入聖殿前最後的15個梯級時，傳統習慣是會唱詩篇120篇到134篇，一共15篇上行之詩。猶太人雖然失去了聖殿，但不少猶太人仍然渴望向上，希望神的殿得以重建，希望可以親身進入神的殿。我們知道教會也是神的殿。我們本身都是神的殿，我們需要仰望主，我們也需要領人仰望主。而在稱為誡命之子的猶太成年禮上，男性猶太人會被邀請向上上到講台，第一次在眾人面前用希伯來文朗誦摩西五經的經文。現今有些猶太人縱然在外邦地方，他們在慶祝逾越節時最後都會說明年在耶路撒冷見，期待大家一同回歸以色列地，去到耶路撒冷祈禱。猶太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定神把迦南地永遠賜給以色列及歷世歷代猶太人，所以他們認為自己要進入應許之地，去到耶路撒冷敬拜主禱告主。而當時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做什麼？守節敬拜主，並將祭物交給祭司。祭司獻祭時，燒祭物的煙會向上升，而這個上升過程也是叫亞利亞。亞利亞的屬靈意義意味着提升去到。你正在被提升，透過攀登屬靈階梯來增長對上帝的認識和理解。我們知道現今天父引領猶太人歸回以色列地，歸回耶路撒冷，主要原因是天父會在以色列地賜回歸以色列地的猶太人身心身靈，讓他們認識及信靠主耶穌基督。另一個解釋，在舊約聖經時代至第1世紀，當祭司在外院獻燔祭及焚燒祭物的時候，煙是向上升，代表祭司呈獻祭物給神。而聖經時代的歷世歷代以色列人期望獻祭及禱告上升直達神所在地方，期待蒙神悅納及垂聽。當然，祭司獻祭時，燒祭物的煙會向上升，預表信徒的禱告如香升到父神那裏，他會垂聽。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回歸，就是透過信主耶穌基督而歸到天父那裏，與天父重建關係，追求聖靈。而有些彌賽亞信徒信耶穌基督的猶太人指出，耶穌基督復活時在耶路撒冷升天到父神那裏時，也是叫亞利亞。